时啊唱歌就减少哩吼，啊就互因诶迄个国家诶个比较大哩吼，互比较表现诶哩吼，因为南海部分来就是来即个资讯吼，伊讲上苍风音难报完啊，天心做一番啊，诸夫好主任无犯，悲怨百国难，幸福丰盛智慧奖，下如可成全，金色为开见信念，山开无忧烦。哦，这我头一段这首歌伊甲你编做用四季红的迄个调啦，来演奏吼。因为呢，咧讲就讲呢，上苍呢，伊个阴间的风音是难报的，拢食天的啦，逐项拢出天的，逐项拢天生地养天生地养。哦，咱若要报，看要安怎去报答，哦。咱若去甲看呢，天若毋落雨，就无水呢。无水呢，咱就无水通洗身躯呢，通煮饭呢，这偌麻烦呢。咱迄水吼，一个福富拢袂晓人欠呢，一个无尔，迄阵吼，感觉足宝贵，有无宝贵？无你感觉宝贵。食迄五谷，拢嘛是爱看天呢。天若要互你食，你就有食；天若无你食，你就无法度。吼，讲天生地养，地在土地发起来。哦，你甲看看遮农民吼，农家吼，本来足辛苦足辛苦，为着要栽培呢，虽然是无落雨，也嘛是足苦心的栽培呢。我看遮老婆山吼，在做事吼，迄当时他会做土苗，做做事啦吼，他也无做做炭吼，他叫做做事。做事就是哪做哪心就对啦吼，做事，因为互我嘛是做事的，我嘛知影讲即个做事的艰苦啦吼。甲无互我所爱开班就是安尼啦，你若无开班上这是头吼，迄若农家一点就离远去啦，咧拍紧的，来遮初零期呢，佫较戆的人嘛要来遮开初零期，对不对？哦，所以这老婆山呢，来开班是上好的，到袂少年拢无啥物来，讲遮老婆山。这老婆赛是来个好，我今仔无简单拄着礼拜，才行来遮享受，来遮穿一冷气，佫会当听到福音呢。哦，这会使讲是一大的欢喜呢。若无进前叫伊佫出咧舞啊，安尼就对了，安尼咧拼呢吼。所以我甲看法拢见老婆赛较济啦，安尼啦。其实先生嘛是遮日本者，遮个老婆赛，任可任劳无怨言，经过一个修炼，人伫遐甲即阵。像迄钱共款，死时坚信，无退缩，无退缩，哦，所以讲下身呢真无简单啦，要做即种个精神呢，真无简单啦，吼，所以上天安尼吼，迄种个运程，咱若要报，看要安怎去报，吼，所以讲上天已经甲咱做主番啦吼，若咱呢是大人，是孝子，拢是任无犯，哦，孝子啦，今日孝子。是拢是大人嘅友好囝，讲安做孝子啦，安尼啦，吼，无像较早吼，迄个囡仔咧友好是大人啦，吼，若有诶人是大人就讲好，迄若要讲句话，媳妇甲做囝吼，迄若要讲诶吼，迄无够啦吼，规矩来讲啦，咱就知影讲自父孝子吼，任无犯，咱若是大人爱自，拢夫慈子孝。是大人若无自，有当时仔囡仔对咱就无共款，吼。你若有自，有甲关怀，自然迄道孝子。你若无甲关怀，为做是大人，毋正是大人，要叫囡仔较会友好，你著做歹模样，你要看，有当时仔友好嘛，友好无落来呢，变成安尼呢。所以做是人，拢夫爱自，子就会孝。你若夫自，子若不孝，安就是不孝，吼。所以讲，下身呢，上梁不正，直下歪。所以咱这爱做一个慈父，有慈悲的是大人，好甲教育咱的子女，互咱的子女以后会通相相行好路，做好事，毋通去偏差去。这活动入迄个模范，有当时拢有模范父亲啊。我听有当时模范父亲好，某人即款来报你我毋免，报你较需要的啦。报hiệu较需要也报人比我较好的里面啦，我无爱叫行情，安尼就对了。即摆介来伊叫咧报你吼，你叫想讲算算你来报你做人袂歹哩吼，安尼
我无爱即个名，我无爱即个名吼，咱渐渐的付出，因为咱个人比咱较好，迄个机会爱让互别人，哦，咱是拢安尼想啦，哦，悲愿才有法度反攻咱，咱有迄个慈悲的迄个愿力，才有法度反攻咱。像即个社会的风气遮尔啊歹，啊，人心惶恐，食毒的遮尔济，会使浪费国家的资源遮尔济，这咱是都爱有迄个慈悲的心，反哺迄个公人。啊，就要害去啊吼！咱来尽一分的职责，毋通讲啊，无阮兜的代志啊，阮囝若无就好啦，阮家庭若无好，安尼叫做自私。吼，因为要靠一个国家啊，抑阁无法度，嘛咱安尼尽这宗教一分的迄个力量，赶紧甲伊挽救啊！看有法度吼，有迄个毅力、决心来甲伊解互条无，囝若无，若一个食毒，迄个家庭已经拢破碎啊！迄实在讲吼，真可怜啦吼！啊，咱有发出这慈悲的心啊，帮助这个公人，要听到的遮吼，即个害去这咱甲符合看会听的，甲大家尽一分的力量安尼，哦，降服咱的妄心啊，智慧，才有法度叫，因为咱的妄想心吼，足济啦，叫做咱叫高心啦，看人穿好就想要对人穿好啦，安尼啦，哦，你甲看吼，有当时爱做呢。迄因祖囝一个好吼，有钱呢，啊，画送一台 LV 的10几万呢，互因妈妈呢，安尼呢。因妈妈毋知影呢，毋知影讲即摆10几万，也无甲讲的，讲因祖囝送的，带去市啊买物件，买鱼啊，就我甲去300块，安尼换，安尼。互因祖囝倒来吼，讲妈妈啊，你太，你买啥货啊？啊，就方便来市啊时阵买鱼啊时阵花转来，安尼啦讲。哦，夭寿骨咧啊！我即卡10几万，讲啊10几万哦，啊太讨这干咧，一卡10几万咧，啊你甲我底去了哦，安尼啊，哦，你甲看，毋捌就毋知咧，哦，你讲10外万我看我嘛毋知，对毋对？我就其实我若是100块，再100外，佫倒转来人嘛会叫我一个，哦，嘛无讲嘿，你管迄100万毋通咧，无啦，对毋对？啊，咱人话就是去显调嘛吼，无法度满足咱的妄想心，妄想的心。有伊就要显调讲，我的能力到底安尼，啊，咱是有法度去发挥啦，啊，咱无干那妄想偏袒啦，啊，都无要安怎，也袂咱就较欠咧，吼，也就怪讲我精神都袂晓做啊，精神都无正福田啊，我若正福田，即世我就参与小强啊，要学到你毋免惊无，啊。要研究的就免烦恼啦，安尼啦。啊，咱都无东公啊，网用无脚车网徛安尼啦。啊，都无就无法度买，啊买无法度咱来认命。后时我要比你较好，爱决心。后时我要真正要决心要实现做人救人啦，毋做人啦，毋做人要创啥？袂做回来啦。你想好安就对啦。哦，啊，真若无要拼吼，你要做分无法度啦。你真到时你嘛咧怨叹，你真了无嘛怨叹。讲天拢无公平，大公无私，天大公无私。假你真讲毋拼，啊别人呢都无成，哇，安尼麻烦啊！哦，安尼就麻烦啊！你讲，无差互你做人，啊拄啊无简单，3期莫减年，拄啊定着互咱拄啊好，代志的出事有多人听，你阁毋好啊收，实在错过即个难得的机会哦，所以讲即世呢，希望讲大家较认真，较拍拼，好啊收家己，啊好啊顾人。做兄弟姊妹会当参咱共款是改变的，毋是拄啊参咱按啥参咱计较呢？哦，咱若爱人送囝来啊，所以咱有当时修行，咱逐个拢有迄个爱心，拢为着兄弟姊妹。有当时咱的爱心为着兄弟姊妹，毋过咱家己吼，有当时修持无够，道歉的方面有当时吼，讲论我较严嘛，无法度接受。就是听到袂啥欢喜，啊袂啥欢喜话就无爱出来，种种的问题拢嘛有啦。啊，其实咱都有即种的爱心要度兄弟姊妹，是安怎？咱的兄弟姊妹逐个袂当吞忍，哦，人讲知识可以动机，知影烧，知影现实就好啊。哦，啊吞忍一下，互相的包容。哦，你嘛讲哇，某人安怎？你嘛讲某人安怎？你看了袂惯势，就是你功夫无够。你爱去降服你的妄心。你若看甲伊无啥欢喜，看甲互伊会欢喜吼，那安尼的心你就我讲幸福啊，安尼，吼，啊无你看袂欢喜吼，迄人袂堪得去，吼，某人偌无你呢，啊是无你安怎啊？啊到尾啊，迄袂堪得去呢，搁甲一两怪啊，吐气会太会使啊安尼啊，啊加
结果咧两个单收养啊，安尼啊。我请问某个人做无理呢，股票有够无理呢，人这家己，啊你本来本是这较应该大，啊应该干来，你应该较有理啊，啊你讲有理，你还无了伊啊？哦，你应该较明理，伊无理啊，啊应该有理的，爱让无理的，爱提高讲好，你的水准悬啊，你的收视有够啊，啊煞比较互你一两分两个，搁相卖，啊人家无两个袂堪，啊你较有理啊，啊你讲有理，还搁参与小商，啊你两个小商，对毋对？哦，所以讲吼，咱拢无有当时啊，拢无上去安尼。因为咱明理，咱就爱让伊，当作讲伊都还毋捌，收视都还袂够，还我就较明理，我互伊较偏啦，那爱就提高咱的水准啦，啊，咱收入就有提升啊。你若搁参与搁伫遐学来学去，到尾啊吼，拢两个拢毋对。我就讲迄人家啊，你若当时咧伫遐，迄作文也像我就拍啦，哦，一个家啥海去安尼吼，你莫甲落一个咯，嘿嘿，海到尾就定啦，安尼啦。哎，都无卡嘛，对毋对？啊，你另外搁甲摕一个，搁来落落，迄行路，两个就多抢啊，安尼啦。你都莫参与讨论，对毋对？哦，啊有包容的心，就是咱已经的修行已经提升起来，这就是修行的功夫啊。啊，咱讲有研究迄个功夫，知影讲有咧食菜，啊有咧度人，安尼尔，功夫讲无进步，哦，内心的功夫无进步，外行的功夫袂歹，啊内心的功夫无够。所以讲吼，咱来对外谦卑啊吼。安尼地位才会，咱才会管啦吼。下牛可宣传，哦，有望的人、较顺的人嘛可以宣传，毋通行一两段就讲啊，这无法度啦，这头壳不好啦吼，安尼啦，莫参与。甚至过去咧度人袂度到吼，向时仔咧度人吼，人家度到讲，我是讲不谈的啦，哦，啊你是趁偌济啦，安尼啦。哦，伊从收多钱200块，啊，都甲你讲嘛，啊，你趁啥来？啊，是趁偌济啦？啊，你是大钱当收偌济啦？哦，啊是较好趁伊啦，无都甲你讲嘛，你趁来啊？安尼啦，哦，啊，我就甲你讲莆田道互你去啦，啊，我来地府啦，安尼啦，啊，你死啊，伊若要地府互你好去啊，安尼啦，煞变成换你讲对地府好去啊啦，要去道义吼跳出苦海啦，变成互伊讲两句啊，讲咱趁伊偌济，啊是安怎吼？到尾伊道到无法度讲吼，你去地道，我干来地府啦，安尼。无人甲巴结的啦，虽然是讲伊咧地府啦，实在搞吼，若咧艰苦病尔吼，到迄个吼，迄个病院吼，迄个伫遐咧等你啊，迄阵吼，迄阵讲上天慈悲啊，你若互我好起吼，我决心要大病啦，你叫咱上万，足济啊，互我嘛看着足济啦。过去敢若这老菩萨较害太，啊一个囝到尾啊倒伫病院，一个去甲看吼，好，经理啊，慈悲吼，求上天慈悲，即摆若互我好起吼，我决心啊啦，倒要为道母啊啦，安尼啦。上天慈悲真正互伊好起，哦，差不多2个月尔，啊，都惊伊后天啊，伊阁袂过去啊，安尼啦吼。迄是底听才知影，才有看着阿母啊啦，看着这诸佛菩萨，迄个听啦袂去啊吼，啊，已经阁排伫后壁，诸佛菩萨阁排伫后壁啊，安尼就对了，吼。迄拢咱人的害心就是安尼，所以讲金色未开，爱坚心，坚咱的信念。哦，所以讲吼，咧金色、金少啦吼，啊，要开采嘛，就爱有迄个咱的信念啦，吼。金仔本来毋是有金仔呢，少会水的少嘛毋是有水，嘛毋是呢，吼，嘛就爱经过人开采呢，结果操作完呢，爱有坚定的信念、坚定的心呢，像咱要开发道场共款，咱的道场要开发、要去开发。是遐尔简单的，付出偌济精神，偌济的金钱，哦，爱付出呢，哦，所以讲你若无坚定信念嘛无法度，啊，等互你开采出来欢喜啊，上海线开就无忧烦啊，哦，道路若哪宽，互咱开采不出来呢，金线大家有又好，遐有，哦，咱就无忧烦啊，道亲足济，啊，人才嘛足济，咱就无忧烦啊，亲像咧跳线共款啊，迄若排线咧跳的人。迄个线路开，夹一路开吼，伊就袂死啊啦，哦，安稳啦，差不多相像啦。啊，咱个道场哪大，真财哪大，哪济，安尼咱就较看我。若无，咱爱拖老命啦，这老菩萨爱拼老命啦，安尼啦。讲啊，你才佚佗，你人才都无出来，你爱拖老命啊，老爱搁拼。人班过逐日拢少年的咧拼咧，咱老的都家己来出来护持就好啊，吼对毋对？要斗嘛，为了开来人呢，即摆拢少年咧拼咧，吼安尼。啊，所以讲，下时毋通讲下班食老啊，无法度护持有功。虽然是少年咧做，咱毋通讲伫厝里，住厝里吼无功德。你若来佛道
无方便，还佫来道场，安尼哦，哇，这都是呢有殊胜有宝贵。假若无从少年修到遮老，还佫来道场，安尼你看，增加兄弟姊妹的信心，你看看，安尼有讲啊无讲？哦，咱袂使讲啊，半途老啊啦，无法度啊，恁去班就好啦。因为大家拢想安尼相拄啊，好遐少年咧班，少年老我管你少年咧班，若无少年就拢煞。哦，所以讲毋免烦恼。老师讲过，伊不修有人修。有人倒车，有人坐车，你免烦恼讲伊毋修。即个车站有人倒来，讲你免烦恼。有人倒来，有人行搭尾人坐车，有起就有落啦，一定的啦。甲无老师有讲过，你不修有人修，你毋修，哪有人去修啦？含安尼相像。第二呢，班不回，请看淡，尽心迈向前。九品莲台金时见，玉玉七情山，东洲强者元人梦，欢家庆团圆，礼乐庆祝玉玉应，园内花开艳。所以讲呢，班不回呢，请看淡。即个都大遐尔久啊，都大尾过来谈几十年啊，即个看较淡的啦。从迄个员工过来找别人，安尼较紧啦，安尼就对。毋通你拢共大手大领就对啦。即个就玩袂倒转来啦，安尼啦，看较淡的啦，看较淡啦毋通迄玩袂倒转来，还佫成大时安尼等待安尼啦，看较淡毋是无爱看较淡。尽心迈向前，尽心我紧去步，信兄弟姊妹。有当时用即个员工来度加度要过来个啦，你想要等即个，有当时即个还袂起来，有当时新的已经就要过来个所以讲呢，咱袂回，即个看较淡的啦，安尼啦九品的年代金时见，要有九品的年代是即阵在做的渡人救人，好兴功立德，好好修咱家己对生活的功夫来具备这才有法度按功定果，你的九品年代是你家己建立的毋是啥物人互你的迄毋是啥物人讲互你，要互你有法度，无法度，是你家己本身你家己建立的。玉玉七情爱三如，咱家己的玉玉七情，干你皮色心意，喜怒哀乐爱乐欲，这拢是咱的七情六欲足济啦，咱人的心足反咱就济啦，这爱渐渐甲去除甲删掉。毋通还佫有遐个物件，渐渐，毋是讲你花无就无，遐尼简单，毋是遐简单啦。渐渐甲去除，渐渐甲去除，看较淡，看较淡，看久来就会淡咧，变成安尼。你用只讲，但你是要甲看淡者，这较困难，这困难重重啦。要修，要进，要修，要改变，安尼。大家会当同修共济，元人满就，大家拢是元台佛主，因为你嘛是佛，我嘛是佛，大家拢嘛是佛，这若上天叫做元台佛主，拢是元人啦。迄个其实呢，你若来求道，会当呢找回咱的元人，得着道好修持，别日拢会当转来到九品年代。这咱的元人，大家会当转来家乡，欢家庆团圆，大家当手牵手，伫遐和乐融圆，咱像家安尼团圆共款。礼乐庆祝玉玉，咱的礼乐呢，迄个人讲庆玉啦庆玉食好啦，啉的拢袂喙干咧，啉的袂喙干，迄庆玉就实在呢，咱的咽喉会生烂共款啦，安尼啦，当话咧啉茶，讲这好茶呢，食的迄喉韵足好，拢会生烂呢，迄就是像咱像庆玉共款。你若互伊会甘会生烂，咱你就袂喙干啦，你就袂喙干啦，迄咱像咧庆玉共款。转来西方，你迄跳有这样食的，凡夫咱的凡间无啦，园内花娇艳，迄花园迄有够水的就对了，太多的花园，真是无安尼甲你讲，我咧还袂去，我就毋知呢伊就安尼写，我来照安尼讲安尼就对了，啥物袂骗人啦，毋免就讲对拍出来偌水呢，一车驶去为着要看拍出来看看司机选了，转目睭放去天看甲落规样拢害去，安尼就对了也为着欣赏这个百花安尼尔呢，一工尔呢，煞有出去煞无转来呢，这嘛有够可惜呢安尼有够惋惜。
咱咧来收，等下到第8日嘿，咱上天的花，迄花名水的都有，名水的都有啦，咱等下遐看啦，较拍拼的，即摆去看无因啦，较水的你来收遐看啦，安尼啦。哦，迄我是安尼甲你偷渡啦，我无去看着啦因为我咧还未转去的吼，毋知影水也歹啦，是先去甲因讲作水啦，我是安尼甲恁讲作水，先去就简单卖我就有啦，简单卖安尼就对啦，安尼啦，我都无去，无较惊个因条我经理天堂迄讲拍花作水，你敢有去看着讲无咧？你嘛咧讲袂使，你也无看着甲我讲作水，安尼就先去讲袂使，先去就讲袂使，迄是真正的水。欣赏百花是看你的心境，看你的眼光。无咱即阵拢甲出来欣赏较出来，你讲足水的，哪有啥啦？开花尔嘛是有咧写的嘛无啥，你话讲好足难听，话讲无啥，个人的眼光无同。因为咱都无赏花的艺术眼光，反正叫你去赏花，你就无欢喜啊！到尾看起来就走来到遮变成安尼个人无共款，有的人爱要佚佗啊。伊就佚佗欢喜啊！食人无佚佗对啊，食老无佚佗就够本啊！迄嘛是有啊！个人的欣赏，个人的欣赏无共款，你嘛袂使怪什么人，安尼就对啦。像即个下老辈，有人是爱卡拉 OK 安尼夹，安尼就唱安尼呢。你像阮遐老阿妹安夹，安尼就唱袂唱到我讲若拄几去参加倒去看老辈拄唱我讲这才80外岁啊，佫还佫会唱歌，毋过唱无好听。迄讲这后裤佫遐好啊！即摆来即个我爱唱悬的好，咱嘛我甲斗出来唱悬，伊向我爱放，我心中我打落来。迄应该观音有去，就我甲放落来安尼。咱像我这心中咱就因坐飞机跟大摔落来安尼吼，迄爱音是都来进，安尼就对啦。爱欢喜就好啊，你要甲讲伊食到笑我安怎会无？伊欢喜就好啊，无迄人太欢喜太笑，咱若较搞，你若相甲讲，当大后我做大车啊，我就遮笑，对毋对？你遐讲的有影，较搞我就做大车啊，我是咧五路要欢喜的啊，对毋对？所以讲个人的欢喜咱莫讲叫甲毋叫，这个人的需要。好甲再来今仔有收获，咱较袂去较袂放心，较袂好，拄啊赢人家人安尼啦吼。有幸风处龙华会，见分莫去看。佛祖菩萨办修缘，自修定慧天，作觉人生梦如幻，颠堂入色观，自因散步爱心团，存在众愿望。所以讲呢，有幸拄啊有着即个龙华会啊，咱大家拢非常的荣幸。其实每遮尔英雄。是咱几若会想来，今仔日才有即个机会得到拄啊三座台普渡即个龙华会，拄啊互咱副长人讲来去查甫来去卡，咱拄啊好来去拄啊好，互咱拄着。你若无收实在阮惜啦，咱迄个缘分无轻看，迄是过去收几若世呢，毋是简单就我都去拄着呢，迄是咱毋知影呢。佛祖菩萨呢咧办修缘啊。咱若好好修，有修定慧天，你若有修，8日上天甲你讲的，一定会当来修。注定会当来慧天。赶紧的，塑造人生，咱像梦幻的泡影共款啊！咱像咧做梦，目睭是咧客气几十年，咱像咧做梦共款。精神讲一生拢毋是我的啦，一生拢毋是我的，所以讲爱定长，爱入息观。毋通干住喺外口遐徛，像人咧读册共款。当有注册，你也毋注册，你甘愿办拢住喺窗仔门遐读，安尼就对啦。万一人读人年毕业有毕业证书，你伫遐探人年呢，安尼你就有毕业证书啦，安尼啦。咱有来注册，万一就有迄个毕业证书共款。这大家爱了解啦吼。咱爱有诸因善果爱心团，有慈悲的心。菩萨拢是有慈悲的心，散播咱的爱心。大家爱心拢袂歹，咱是个人，大家拢有迄个爱心，但是迄个力喙较袂够。爱心的呢，我看咱的道中画足济几个一个道场拢有几个都有爱心的就对啦。看得到袂讲这若更加有较济的哇，这项山咧甲更改转，中偏平啦，像安尼啦。
日子卖歹过，咱讲歹过话嘛，讲经理啊，人歹过，我讲若晓度人度好啊啦，人度了啦，啊，你讲歹过有当时嘛不见得咧。那像恁咧开单啊，度要200外个啦，安尼啦，啊，单开了，若无爱要当度啦，啊，迄200外种就咧度来啦，对不对啊？你若无开单，你就无去度，你就无用心啊，无用心就是无，即遮简单啊。阮电视要落线全线安尼下线大家拢有听到你个好音呢，逐个人拍拼去安尼，亲情5十，朋友5十，安尼硬吹硬讲硬剑呢，下线拢硬安尼辛苦去拜访呢，一个在9日落线，迄天人山人海拢是人来去做啦安尼，迄就是咱有用心得到的结果。若落线了安尼，伊就煞去啊啦，安尼即马较轻松啊，其实修行无轻松，较无轻松啊，迄是你家己放松你家己安尼个，所以讲下时呢，爱存在作愿就是要在这兄弟姊妹等来西方啦天田坎坷多考虑，功夫入深渊啊，入下苍天大志愿，结成配天地，至情流露无虚伪，诚信永不堪啊，感化悲怨，福分辨天堂即片前啦所以讲咱的行程呢，坎坷拢有考验啦，修行无好是路足平顺的啦，有人时坎坷曲折啊，像迄路无平共款，嘛爱考虑了修了改变，有坎坷有坎坷，才有法度互你练出一身的迄个修养你若无坎坷，全拢平顺，有人时小可一个考验外，安尼就倒啊，为啥安尼？这并毋是讲歹处啦，会当互咱精益求精，会当造就咱家己啦咱若造就，咱用心自研的迄个心，就定啊像迄紧受紧爱定啊心啊在来就对啦风台来留袂倒啦。所以讲咱立下苍天的大志愿，咱有迄个大志愿我决心要助兄弟姊妹。我毋甘愿，毋来做，要来做凡夫咱若安尼个志愿，你若加发出来你就会时时刻刻拢为着兄弟姊妹咧设想啦所以讲若安尼做呢，德行就当配天地啊或者就参天地地久你已经成佛啦至情流露无虚伪，毋通有虚伪，毋通有目的，有迄个虚伪的心诚信永不迁咱的信仰。诚心毋通有牵线毋通把咱安尼慢安尼袂使。来感化咱的悲怨，因为兄弟姊妹有了解讲袂听的，咱嘛是爱尽咱的心来甲伊感化天堂就现前若安尼呢，买转来天堂就现伫咱的头前就骹甲挂就到啦所以讲真呢这是互我无催快车袂使啦因为头前各迄个孙徒用一寡时间后壁爱时间互即个咱的新闻合手无迄新闻的国家团安尼啦因为迄个草树部合作团，我怎会甲合落去安尼就对啦所以讲会是呢国家国家呢有功有由这国家呢我拄则讲的老师自从我拄则念的这首，甲分做4部啦。头一部的是我讲的苏桂红，第2部牛岭歌，第3部是王春风，第4部是救难，上爱主持一个新闻，上爱甲主持啦实在讲卢老师足用心的会使讲非常的感心啦咱即马就以热烈的掌声来鼓励咱的卢老师，甲咱的各个团队来热烈演讲安尼。这次参加伫即团的文也变起来所以讲下时配合了无啥拄好啦，安尼啦咱再次热烈的掌声，欢迎张卢老师。
九省份，要甲分做4个阶段吼，算起来吼，老师的指导，咱的国乐团吼提升真济啦吼，我转就转啦，安尼啦。有当时啊吼，咱伫楼骹咧听讲戏，到嗰个四季红的龙吟其他，去转过来第一歌安尼啦吼。有当时啊你转袂过来，人爱随转随过咧，安尼就表示吼，咱迄个老师演歌集团提升啊，提升啦吼。好听好听。演讲嘛好听，当然是好听的咯。伊拢讲着恁的童年呢，这种老歌呢，讲几啊十年的老歌呢吼，若好听咱阁继续甲听，吼，咱阁以前的乡声。修冰花。
迄对牛掠歌拢两个又秀又是查甫的当做查某的，看你偌水偌美丽偌窈窕呢。哦，哎呀，拄安尼对笑对念哦，吼，互我讲真正，啊，迄下拢现人伫遐笑的呢，毋是斗录音的呢，安尼去传的安尼。哦，我一个问讲，好，啊，你叫你笑笑啊，伊讲哦，不歹笑，今日少年拢无啥要学，啊，头我笑甲即两个遮尔斯文，又秀又秀，像迄查某体，安尼就对啦，安尼啦。好，爱恁开一个囝就安尼好，安尼好，安尼一起吼，嘿，我都爱看安尼就对啦。嘿，看我有心者，我头大个安尼。所以讲也是呢，听到遮就咱上听到咱的童年同款。哦，啊，尤其有咱的唱歌吼，有咱爱有迄个高亢的，八个这个我上好，这毋知吼，9当啊吼，音起啊怪，毋知我当唱无呢。好，大家咱咧摇铃吼，有咱高亢的吼，爱唱起来吼，无简单啦吼。所以讲咱的导亲的人才真济啦，是要显露安尼尔啦吼。咱佫互伊好听，佫甲听上来啦吼，啊时间到，你看。
比10外分钟，安就搁拼顶交代。伊拄仔伫乌练的吼，较赢伊来遮表演嘛，惊啊，安就对啊。你伫迄个路程，感谢到尾小弟弟，高感情啊，迄个人叫你把拄多上要传的效果咧，安尼吼，无简单啊，感谢咱的国乐团的迄个表演啊吼，咱在前面咧甲翻唱一个。我吼即个机会歌声吼，甲是我迄个咱的迄个国乐的迄个音调吼非常的好，咱的心呢变成欢喜柔起，咱人拢免不了高强的心肠，哪上有哪要对高强，咱若柔呢就对柔，安尼啦，所以吼，囡仔吼有当时吼学一技之巧迄安尼吼，互哪学伊哪有兴趣，哪无迄个机会通变态，拢爱学一寡物件，尤其呢，咱在修行的当中，咱的重要，咱来知影咱的职责，知影咱的责任，咱的责任呢，就是度化众生，这三者大开普度，替师尊师母来大开普度，因为听不言，听不语，嘛靠咱大家来努力拍拼啦，安尼好无好？好。也望进讲好，当时伊佫袂去安尼大家爱多加努力啦大家若紧动起来，咱的道路就一定会方便若大家若想讲我老啊无法度若无法度，迄就无法度道路要方便是困难希望咱大家会当拢提出着咱的精神最后呢5分钟，咱嘛是爱冲啦互我今日讲到遮呢有不足的所在望咱为前年大景会当体谅报告到遮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咱就咱大家好。前到一公，分到一公，咱在一前姐妹大家请坐下。下面的两人家己甲咱报告一下，第一就是讲，咱伫迄个3点50到4点半先后日时课，各